各位家長、各位同學，大家好，我哋就要考試啦。喺呢段片段裏面，老師會教大家準備考試嘅秘訣㗎噃。中文科有兩份佔分比較重嘅卷別，分別係寫作卷同埋閱讀卷。呢段片段呢係會同大家分享一下溫習閱讀卷嘅秘訣㗎。6月5日星期四就係考試嘅日子啦，大家把握時間溫習啊！中文嘅閱讀同埋寫作考試範圍大致上都係一樣，喺課文上面都係第7、9、10同埋第11課。不過閱讀考試就多咗重點詞語、精練同埋閱讀理解，仲有語基要去溫習㗎。今次嘅閱讀理解係出咗2篇文章，一篇係記敘文，一篇係實用文，仲有重點詞語嘅不公詞填充。而語文基礎知識方面呢，包括有標點、重組句子、改寫句子、排句成段、詞義辨識、句義辨識等等，都可以喺語基裏面揾到嘅。喺閱讀理解方面，同學可以溫習閱讀理解第19、第20同埋第21課去熟習題型。至於閱讀卷嘅語文基礎知識方面，同學可以溫習精練嘅第9課標點符號，仲有第11課嘅排句成段。此外，同學仲需要溫習語文基礎知識，即係語基㗎。接住落嚟，我哋又講下重點詞語填充。同學需要準備校本練習3下。校本練習填充部分都係不公詞填充嘅考試範圍嚟㗎，到時仲要係不公詞㗎噃，所以同學一定要識得寫，識得用啊！我哋而家一齊嚟溫習讀一次啊！1. 大廈的走廊是公眾地方，不能隨處擺放雜物。2. 媽媽買冰淇淋給我們吃，我選擇了巧克力味道，弟弟要了芒果味道。3. 這個繪畫比賽的優勝者將獲得獎座1個。4. 行人過路燈仍然亮起紅色，偉光就想衝過馬路，我連忙阻止他，以免發生意外。5. 我們在餐廳的接待處等候服務員為我們安排座位。6. 你要先了解網球比賽規則，才能在比賽中擔任工作人員。然後請打開第9課重點詞語一齊讀。1. 我在繪畫比賽中獲得優異獎，感到非常開心。2. 在一般情況下，水要達到攝氏100度才能沸騰。3. 老師每次提出問題，同學們都踴躍回答。4. 老師問開放日那天誰負責迎接賓客。5. 今天早上有國際知名的歌星訪港，吸引了大批記者湧到機場採訪。6. 媽媽在大廳裏擺放了多盆鮮花，全屋頓時充滿生氣。接住落嚟，請同學打開校本練習第10課。1. 柏文牽住媽媽溫暖的手，感到非常幸福。2. 今天早上我們一家精神奕奕地出發到主題公園遊玩，心情興奮。3. 弟弟很害羞，每次見到陌生人都會垂着頭，躲到媽媽背後。4. 媽媽用手撫摸我的額頭，感到有點熱，於是立即帶我到附近的診所看病。最後係第11課嘅重點詞語。1. 佩玲站在講台上講故事，竟然緊張得說不出話來。2. 你應該向大家說一聲再見，不要一聲不響地離開，那是很不禮貌的。3. 新冠肺炎的大爆發奪去了全球數百萬人的生命。4. 每次考試快到的時候，媽媽總是提醒我要溫習功課，不要懶惰。5. 因為缺乏營養，
他的身體很瘦弱。6. 他努力裝作不說不笑的樣子，把臉繃得十分嚴肅。各位同學加油啊！